我这年买出来。原先其他人都是那个。反正转圈圈嘛。对，这种模式是最老的那个。好一点啊！希望有点新罗都会。晚上还要跳，晚上还不来。他们晚上就没时间去景外了。这在锦里这边，锦都是锦字头的，锦里外里边和外边嘛，这是里面嘛，城里面就在锦里嘛。我们往外面走就叫景外嘛。在一环的旁边，这个是在一环云乐园。这跳舞到80，外面还有一圈。就是往下看要不要连我了，谢谢。外面还有第二圈，这个是。外面一圈是人港铜仁寺吗？这是叫铜仁寺它是那个青海省防南藏族自治区铜仁寺这个文旅推介活动啊，是在中间拍噻，最上前去，这样那个，他们在上面站不下，本来把凳子都湿了，是不？凳子都，100个斤吗？给那个，舞台上效果好些啊。晚上还有，晚上你去来了。这山上摘的这个俺妈的这个杨镇，我讲的这个山上山的这个这俺妈的这个，这做的这个年度，你问他们。就你心里想的那个。他说你自己心里太想的太多了。这现在也就像随便还就是罗马有这模式，随便评，我们要一起看。我不去那边，他们是亲爱的成都这边举办的那个文旅推荐活动，主要是卖牛羊肉啊、特产的那些啊。果汁饮料啊那些，他那个有的。我们3点钟开始，3点钟应该开始了吧？那小，哇靠，都够了吧？3点过8分了。这个是南郊公园，也是锦里。在第2圈，他们是外面那个，第2圈是外面的那个铜仁寺的。
这样变焦的好点儿，啊，随便拍出来的好看。再开开的。还有我们一个亲戚，还准备过去，这没有拍完。而且你拍到那半边的时候，都最好就是直接打一下自己来。对吧？希望他凶得很。打什么？有些时候，有些场感觉他拍了1、2次，这是站到他不故意对他撇的。好的，现场的市民朋友，还有所有的游客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现在的大家的目光啊，可以暂时的聚焦在我们的主舞台上方。但是呢，此时此刻我们的活动不需要大家有任何的拘谨。我们在今天上午呢，为大家隆重举行的是我们的2024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冬季农畜产品文旅推介暨招商活动成都站的一个开幕式。所以在今天的下午呢，我们将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邀请所有的市民朋友、游客朋友共同的参与。那本次的活动呢，也是非常的重视啊，我们铜仁市的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呢，也在现场。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啊，我相信他们也会跟大家一起载歌载舞。那看到呢，我们在现场啊围成了一个圈，所以呢，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会有一个跳锅庄舞的环节。我们邀请到了有四川当地的锅庄舞的团队，以及我们铜仁市的工作人员，和大家一起来享受这个美妙的时刻。那所以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现场，路过的朋友也请大家驻足，共同的来进行参与。那下面就让我们从第一首音乐开始，让我们手牵手一起感受此刻的欢快氛围，好吗？我想听到大家的掌声，谢谢。现场的朋友能不能给一点鼓励的掌声呢？
第一首歌曲啊，只是为了让大家感受这个锅庄舞的氛围，所以在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现场的朋友没有参与进来。那我们的第二首的曲子，大家能不能一起跳动起来，好吗？好，第二首歌曲交给大家。哇，谢谢，实在是太温暖了。那我觉得刚才啊，大家的融入度还有所欠缺。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舞蹈当中，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舞蹈演员以及我们同仁的工作人员，我们可以牵起旁边我们市民朋友、游客朋友的手，大家一起舞动起来，好不好？好不好，朋友们？好，接下来第三首曲子，让大家进一步感受中国唐卡之都安多藏文化中心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铜仁的文化魅力。音乐。
谢我们同仁的工作人员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舞蹈。现场的游客朋友们，大家觉得好看吗？那我想考一下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这一次的活动的主办方是哪个城市？大家能够再说大声一点吗？谢谢。这一次的活动呢，真的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有海内外的朋友通过我们这一次的活动，走进同仁，感受同仁，来到我们同仁去实地的旅游。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也希望大家伴随着舞蹈，舞蹈的魅力是会传染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所有海内外的游客朋友们，既然大家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活动当中，我们接下来的舞蹈大家一定要一起参与进来，好不好？好的，麻烦老师，我们接下来音乐继续。谢谢。那刚才呢，为我们带来了这个锅庄舞的是我们四川卓然茶墨锅庄舞团队以及我们同仁的工作人员。那一首一首的锅庄舞蹈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也了解一下。那锅庄舞呢，不管是在四川还是在我们的青海，其实锅庄舞的舞步呢都是一样的。所以其实看到我们用简单的这个韵律呢，就能够给大家传递非常欢快的氛围。所以呢，我们也希望现场的游客朋友们，这已经来到第4首曲子了。所以接下来的曲子当中呢，我们希望大家这个简单的舞步，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参与进来，好吗？接下来我们音乐继续。
掌声好不好？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给大家小小的来分享一下。那刚刚来到现场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主舞台当中呢，给大家展示到的有很多的信息。那我们这一次的主办方呢，是来自于我们青海省的文化大使同仁。那也可以看到，在我们舞台的两侧呢，会有很多的白毡房。那我们的这个白帐篷里面呢，会有很多我们当地的美食。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近距离的来品尝和感受。我们在现场呢也有一些特别的活动，那你可以在我们舞台的两侧，包括我们的展区的侧方位的位置，可以领取到一张参与活动的这个券儿。那这个券儿呢集齐4个印章，您可以在现场呢免费品尝我们同仁的手抓羊肉、手抓牛肉等等一系列的美食。当然了，还有一些具有当地文化符号的特色产品，也欢迎大家。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成都，我觉得来到武侯祠您赚了。那因为我们今天呢，还可以继续的感受到我们另外一座具有非常魅力的城市，就是我们青海的铜仁市。所以呢，在接下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这个锅庄舞呢，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看我们这个很多时候在广场上面都能够感受到的广场舞，对不对？那锅庄舞也是希望大家如果看到了，在这个稍稍寒冷的冬天，我们也可以一起跳动起来，舞动一下身体。现在呢，我们的歌曲已经放到了第5首还是第6首了，所以呢，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海内外的游客朋友们呢，其实有很多都在蠢蠢欲动不敢参与。其实我觉得一定要鼓励大家，我们要感受文化，走进文化。那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参与进来。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首曲子呢，我希望我们现场的游客朋友一定要一起舞动起来，好不好？不要害羞，好吗？好的，接下来交给大家。哇，谢谢谢谢，
哇，我们现在已经连着跳了7首曲子了，所以呢，也看到有很多的游客朋友呢在现场也一直在驻足观看。我看到有很多的游客朋友已经加入进来了，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进来，好吗？其实你看到每一个这个舞蹈的步伐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掌握这个节奏和韵律就能够一起舞动起来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当然我也看到大家有拿出手机在现场来进行拍照。那希望大家呢在发朋友圈的时候也记得可以跟更多的朋友在分享。今天我们在武侯祠看到的是我们青海省铜仁市正在为大家举办的活动，希望大家在现场感受我们当地的农畜产品的美食文化，当然还有我们当地的民俗特色。那接下来的舞蹈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如果身边的朋友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大家一定要加入进来，好吗？让我们伴随着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舞蹈，一起舞动起来，感受世间的美好。
90了，108岁。好的，感谢各位。那我们现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还有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啊，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那你会发现主持人来到了我们刚才跳舞的老师当中。那现场的所有的游客朋友，我想让大家来评价一下刚才他们唱的怎么样？哎，我觉得这个舞蹈呢，唯一的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场的游客朋友啊，没有参与进来。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也有这个机会。那在此之前呢，我给大家先展示一个内容呢，就是我手中的美食兑换券儿。那这个券儿呢，是从11月22号到11月25号都有效的。怎么参与呢？我们在我们这个主舞台前方的这个白帐篷呢，我们有展位，大家可以免费领取我手中这样一个美食兑换证，然后在我们的打卡点，红色的打卡点集齐4个印章，就可以免费品尝我们铜仁当地的美食了。有什么美食呢？手抓牛肉、手抓羊肉啊。等等一系列的美食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在接下来的这个舞蹈当中呢，我们希望现场的游客朋友呢不要挤在一起了，我们各自看向左右两边，给到自己和身边的朋友一个手臂的距离，好不好？给到自己和身边的朋友一个手臂的距离，我们展开一下位置，好吗，朋友们？对，我们分散一点，展开一下位置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如果身边是认识的朋友，当然更好。那如果不是认识的朋友，哎，那更开心了。我们有跟新认识的朋友了。接下来的这个舞蹈啊，因为我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人，但是所以我肯定是不会的。那我知道现场的有很多的朋友也都非常害羞，对吧？所以接下来呢，我就身先士卒啊，献丑。我跟这个我们跳过招舞的老师们一起啊，我跟大家一起跳，大家愿不愿意？想不想跳 ？OK， 老师，音乐。来，朋友们，舞动起来！简单啊，朋友们，如果大家在现场的话，一定要参与进来哦。让我唱这么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感受一下啊，这种风的氛围啊。如果大家感受的话，我觉得这边害羞。其实非常的简单，对不对？所以说让出了距离，尤其是我觉得现场有很多这个小朋友也好，或者我们的长辈也好，对不对？你看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一起跳，所以说感受这个氛围啊，机会非常的难得。我
谢谢我们现场的各位，值得大家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吗？谢谢。哇，这个确实，我就连着跳这么多支舞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累。那我也看到了大家对于这个锅庄舞蹈的真心的喜爱，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关注到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如果大家刚才拍了视频的话呢，希望大家在发朋友圈的时候，可以认识到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青海省的文化大使同仁为大家进行送上的。接下来这个时间当中呢，交给大家，我们这几位老师呢稍微的休息一下。美食兑换券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领了哦，在我们的舞台两侧的位置，集齐4个印章，您就可以品尝我们当地的文化美食了。希望大家能够在现场玩得开心。我们晚上的锅庄舞的时间是6点钟，如果您还想参与的话，我们到时候不见不散。谢谢。6点钟。晚上在哪多一些？晚上还是多一些，啊，也辛苦的嘛，周末。这个方便，这个但是太广了。谢谢大家，今天是我自己就找到音乐，这几点？3点、4点。你也不敢拍，不是啊，你就在下面，他们走过去的时候先穿回来。我是说那个班，那个班有问题，不是有问题。你站到不动。不是啊，你慢慢的走，从这边往这边拍，变成这边，后面你让开呀。他要传回来从这前面，啥子叫他们过去走，过去走只陪他们几个。晚上也有跳舞。跟他转。这儿的敢转都把这骂死了，这么多得了。所以说。休息了，晚上他们6点钟，这2个小时了。6点钟，就4点了，马上4点了，马上4点了，马上回去充电。哦，想回去把电出去。走。哎，我那个没电了嘛，已经没电了，已经电池早就。这边吧，充电宝呢？啊，充电宝。我这边，你们喝，有一个题，谢谢。有矿泉水，你们喝？有。我马上回去。那你们在这儿耍要耍6点钟？对，6点钟有4点钟还有2个小时了。我先回去了，回去充电把电池走。这是来自几家？6点。我做了视频在做好，今天本来做2个了，现在只做了1个。刚才这次做的话就做长一点，做2-3个小时。知道了。再看一下小罗马。6点钟。老师没有，老师在上班，我把老师在上班，算一下，我们算一下，然后谢谢大家，我刚刚才说完。那你晚上要来吗？或者是下午晚上6点？晚上6点。还有多少人？还有面吃的鱼。推动2种研发技术，明显农业综合，为继续水耕运动目标4.0，坚持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通过创建百千万绿色种植示范基地，极大地提升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欢迎宝子们，欢迎上班，对，上班。谢谢大家。
同仁市充分发挥大农大务区制药耕地又有草原的优势，偏有智能放牧又有社四的特点，决定在大农大务区大力发展偏有产业，打造中国尖山偏有之乡，启动实施万华天山偏有3步4无工程，凝聚产业资源，生长数字化，体现市民的土地优良品种尖山柚，提供本地农牧业，通过人工授精技术，推动尖山偏有繁育。哥，你要回去了吗？一会儿再回来，不是很近的嘛，时间有点晚。你们这儿慢慢耍，2个小时。就2个小时加人嘛。下了，先下了。我们先回去了。饲草产业提质增效，同仁市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饲草产业，我叫姐姐整草推进，集体经营，坐车回去可以。农牧自保，草出连长，循环发展的饲草产业。等会儿再过来先。这是预备队欢欢，对。欢欢，这是我们团队的网红狗欢欢。有，河马有。往上走，转一下啊。我们先回去，等会儿晚上再过来。直接骑个车子啊！怎么了？还得跳呢？怎么了嘛？哎呦喂！那早点你走路哈，好不好？啊，好。这个在唱歌呢，看一下。
Oh,
的猪。就让我去拿那个牛肉，这是什么东西？我老婆买的啥呢？买的猪脚吗？还是40号商铺？走了，晚上再来。晚上再来。多多。真的一样啊！真的一样。去6点钟再来。你把那个东西什么熊？买的什么猪脚吗？是吧？